好好讲嘛。好，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哦。好，你觉得孝亲的目的是为了要展现孝顺，对不对？对。你刚刚说的嘛。好，你还重复几次？我是确定，不是。我再问你哦，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觉得孝亲费的目的是要表彰，就是为了他要表达什么用意？要展现什么？你在问我吗？对对对，就是给一个心意啊。是孝顺，对不对？对啊。所以是要发自内心的，对不对？不一定。所以不一定，所以你认为说给钱是一种孝顺的方式吗？对对对。好，所以我今天杀了你一下，然后我再给你钱，我一样很孝顺吗？没有这样子，你要赔我家人钱哈。没有，我说你杀了自己的父母，然后你再给钱，你一样有孝顺吗？谁会做这个东西，先生？新闻很多啦，看新闻。好好讲嘛。好，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哦。好，你觉得孝亲的目的是为了要展现孝顺，对不对？对。你刚刚说的嘛。好，你还重复几次？我是确定，不是。我 OK 啊，我可以继续了哈。好，那我再问你哦。那如果今天有一天 one day 你结婚了，你 get married，OK， 你 get married 咯，然后你有小朋友，你希望你的小朋友，我问你哦，你觉得小朋友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陪伴你？嗯，对，那你觉得他？我希望他们可以赶快滚啊。OK， 那他陪伴你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工作？嗯，好，那你觉得你希望你的孩子是陪伴你，还是希望他陪伴你可是没有工作，还是希望他工作不能陪伴你？我希望他可以赶快去工作。就然后不能陪你，对不对？对，给我钱就好啊。OK， 给你钱就好。所以你认为跟孩子之间的东西叫做给钱，那叫做商品，对不对？也这个有赚付钱就是有赚有赔商品的来源呢。啊，好。所以认为这是一个投资就对喽。尽量不要咬文嚼字。对。所以你认为陪伴比给钱重要嘛？没有，两个都很重要。哦，那你只能选一个的时候呢？那我们要钱呐。不是，我要你如果我没有吃饭，我要怎么活着呢？对不对？我没有饭，我就死了。所以对于你来说，那个叫做什么？那叫做抚养，不是孝亲。因为抚养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我们今天谈的是孝亲费，孝亲费的定义是当你已经 OK 都没有问题的时候，额外发自内心的给，对不对？所以你刚举的这些例子都叫什么？抚养，不是孝亲哦。而且你自己也希望他有时候给你展现孝顺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展现孝顺，而不是只有钱，因为钱叫做商品。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是希望他陪伴你，而不是只有怎么样给你钱而已。所以你希望陪伴是大于给钱的。Yes or no？ 好。独立。刚刚头脑应该快炸裂了。对呀，然后其实5分钟前他就没有在听了。我都在听，我都在听。然后新梅要出来帮他把对方给打倒，就他也想说你回去，对，听人家讲完嘛。对。但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一直对方一直进攻到最后，对方要给他最大的一击之后，他说 no。